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最近我看到有人在介绍日本的妈祖庙，雄雄对日本的妈祖信仰真有兴趣，所以我今日来介绍妈祖安怎去到日本，佮变做日本神道信仰的一部分。在日本时代，住台湾的日本人安怎利用妈祖来发展出新的教派。在现主时，妈祖信仰文化嘛变做中国的政治工具，因是安怎做的？过去我已经有讲过妈祖的信仰，这嘛有写伫台湾风俗讲互你听这本册甲有声册内底。今日咱也是要佮讲妈祖。台湾人拜妈祖是真古早就有，毋过妈祖庙伫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的时，甲真济别个庙寺相共，拢互人迫害。后来是1970年代台湾经济变好了，妈祖庙才搁大量增加。妈祖是为福建来的，发展到今日，伫台湾已经有家己的特色。台湾妈祖遮尔济当来，甲伫福建的妈祖嘛生了真无相共啊！台湾妈祖看起来较济岁，虽讲妈祖伊26岁就过身，毋过伊过身了，佮修行才变做神，所以台湾妈祖较济岁，看诶较大箍。另外就是台湾有乌面妈祖。传说佮讲妈祖是因为要救因老爸跳落海内底，结果因两个人拢互海水淹死，因两个互水淹死，佮冲去到妈祖这个岛屿迄附近，所以当地人甲因待伫遐。迄个岛屿后来就号做妈祖，顶面佮有起一间天后宫。毋过日本人拜妈祖是佮安怎来的？甲真济所在妈祖相共，妈祖也是为福建沿海传去到琉球，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地。毋过日本的妈祖信仰有分做两款，一款是为大明时代开始，无共时间移民去到日本住伫遐的人起的，这留到即马也有袂少间。毋过拜的人拢是福建移民去的较济，也阁有另外一款妈祖的信仰，即马已经在地化，变做是日本神道信仰的一部分。拜的人就拢是日本人，这是另外一款日本的妈祖信仰。咱先来讲，甲福建沿海较相共的日本妈祖庙。若莫讲本岛，伫日本的外岛。上早拜妈祖的是伫Okinawa，迄间庙是1424年就已经起好，号做天妃宫。即马已经无即间庙啊，敢若保留迄当阵的一个石门，佮囥伫当地一间小学内底。也若讲日本本岛内底，长崎Nagasaki遐有一间庙，号做福济寺。即间是17世纪住伫迄搭的福建人起的，迄时住伫Nagasaki大清国起的人袂少，因拢总起4间庙。福济寺是专门拜妈祖的，后来日本也阁有一间是真正拜台湾妈祖的天后宫，伫花滨Yokohama。即间妈祖庙就起伫古早大清领事馆迄个所在，内底拜的是台南大天后宫大妈的分身。庙内底除了有一身粉红仔面的妈祖，也阁有白身金面妈祖、千里眼、顺风耳，这的神像拢是为台南大天后宫请去的。
所以yokohama蛤蟆甲台南即两间庙若有祭典活动的时阵，拢会互相拜访。台南的艺术团体顶头嘛拢会去日本踅景。较拄仔讲的遮是住伫日本的福建，也是台湾移民拜的妈祖。吴伟明老师讲，妈祖信仰伫日本江户时代上兴，除了福建人拜妈祖，也嘛有日本人拜的妈祖，只不过因是发展出因家己的妈祖。这个妈祖经过在地化这个过程，转变做日本神道信仰的一部分。当然，为一个外国神变做日本神，这个过程是真长，也嘛有无同款的讲法，毋若一个典故。我伫遮讲一个较简单的。伫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迄时有一个藩主，伊对大清文化足有兴趣的，伊嘛相信神道、儒教甲佛教拢是会通的，是拢相共的，所以伊就开始按照福建人的方式，伫妈祖生迄天拜妈祖。毋过因甲妈祖囥伫神社内底，甲号做天妃。因为当地人原本嘛是靠海掠鱼甲海上的事业食清的，所以因本地嘛有一个查某海神，号做地菊丸乌托塔奇瓦那希美。这个人物即马伫日本漫画内底也佫看会到。这个查某海神是啥？伊是日本的一个神话人物亚麻多塔克鲁武尊王子的某。因两个人伫船顶的时阵，因为因翁武尊乌白讲话，互海神足生气的，海顶就起大风大影。地菊丸为着要安打这个海神，保护伊的身心平安，所以就牺牲伊家己投海自杀。后来日本人就甲变做保护讨海人的神。拜妈祖的时间一久，本地拜天妃妈祖的神社，就无搁按照福建人的方式来拜妈祖。拜天妃的日子嘛毋是妈祖生迄天啊。日本人豆仔改用神道的方式来拜天妃妈祖。伫德川幕府的尾期，因已经改做袂使搁拜别位的神。所以原本囥伫神社内底的妈祖拢去互刷走，后来是本地就咧拜天妃遮的人，佮去抗议，所以到尾因怎甲天妃，就是甲妈祖，甲即个地菊丸囥做伙伫神社内底。时间过久，日本人也是会去神社拜海顶的女神，毋过因是拜地菊丸，也是拜天妃妈祖。已经是无啥分的清楚啊。较大讲的是日本人也未殖民台湾的时阵就有的信仰。毋过日本时代嘛有住伫台湾的日本人，甲拜妈祖变做一个新的教派。有一个日本官员中地仁郎，伊退休了伫德化街创办天母教，是拜两个查某神，一个是神道内底的天照大神。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妈祖，伊认为这两个人是同一个，敢若生做无相共尔。后来伊的信徒嘛变侪，伊就想要找地来起一间较大间的庙。迄时伊去申请着会当开发三角埔的温泉，三角埔就是即马树林天母这个所在。所以这个人伊毋若开发天母的温泉，伊嘛甲伊诶信徒拢带来即个所在，即搭有温泉，阁有店面，就愈来愈闹热。因为大部分诶店面顶头拢会写天母，所以即个所在因为天母教，就为三角埔即个名变做大家即马讲诶天母。也阁有另外一个甲台湾妈祖变做日本教派诶人，就是西川满米出鲁尼西卡瓦。
就是迄个即马时常伫展览会当看到日本时代住伫台湾的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甲画家西川满。西川满3岁时阵对因爸母来到台湾，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进前，伊伫台湾住满30冬。伊本身对无共文化感觉足有兴趣的，所以伊上喜欢的所在是大稻埕，因为日本时代日本人住伫城内，台湾人住伫艋舺。大稻埕这是各国的生理人、领事馆、庙寺甲教会拢总做伙的所在。西川满嘛认为妈祖就是西方人会放伫船仔顶的玛利亚是共人。伊对妈祖偌有兴趣，伊家己开办一间叫做妈祖册房，也嘛捌发行过一本杂志，就叫做妈祖。迄时杂志的第一页佫会搭一张金纸，下面写讲这是妈祖庙金纸。伊家己写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妈祖集。战后西川满离开台湾，回去日本，是先宣传妈祖文化。为1960年代开始，伊开一间算命事务所，后来就开办一本天后会。伊会办祭典拜妈祖甲玛利亚，伊嘛会讲道，所以伊的教派甲台湾的妈祖信仰无啥相共啊。伊是家己做教主，甲伊的信徒相共，拢穿白色，亲像天主教神父咧穿的迄款衫。因的神坛除了采一身台湾的妈祖，嘛会放一身玛利亚。即几天也阁有一个甲拜妈祖有关的议题。妈祖本地是中国沿海咧拜的神明。几若当前，中国政府就甲妈祖文化当作是统战政治的工具。因有设一个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会甲别国的妈祖庙举办活动。伫2008年就已经有办过天下妈祖回去后头厝，也就是讲用这款文化活动交流的方式，去影响伫中国以外拜妈祖的人，特别是台湾的寺庙。中国政府嘛甲妈祖这款地方的民间信仰改做戏剧、音乐甲真济文化产品，变做是伊国家的文化宣传。宗教甲政治是一直真有关系。妈祖自过去就已经是政治工具啊。伫台湾风俗讲互你听这本有声册内底，我有讲过，妈祖敢着回去福建的后头厝。这件代志伫台湾真早就造成真济议论，佮较早进前，希望拍赢郑成功的子孙了，伊甲大清政府拢咧推崇拜妈祖，是安怎？因为郑成功是拜上帝公，所以若互台湾拜妈祖的人数比拜上帝公佮较济，这嘛代表台湾人较愿意接受大清的宗教信仰甲统治。话讲转来，即马中国宣传的妈祖文化甲活动对咱有啥物影响？就算即马毋是足清楚到底是安怎运作，毋过要安怎提防中国政治甲中国的资金透过宗教团体来影响台湾，这是大家爱意识到嘛爱注意的代志。另外一项是台湾妈祖信仰已经足久啊，嘛已经是台湾的特色。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仪式内面有妈祖示警，毋过这个妈祖示警是伫台湾，毋是伫讲福建，也是中国的妈祖示警。宗教文化甲台湾音乐、电视、电影相共，要安怎宣传互台湾人家己甲外国人拢认定这就是台湾的文化？这是大家需要做伙拍拼的一个问题。妈祖伫日本会变做一本宗教，
就算讲日本在地化这个经验无一定适合台湾，至少这是一个参考。台湾一直接受足侪位别位来的文化，这嘛拢早就甲台湾家己在地文化结合，变做咱生活日常有台湾特色的文化。精差伫咱家己敢是安尼看待这文化产物，咱家己敢知影安怎甲这台湾特色佮论述出来。我先讲到这，顶礼拜讲台南的海水浴场，我讲到万里的万年殿，我讲毋对的是，毋是万里，是万里，毋是万年殿，是万年殿。节目上尾我要简单介绍一本新册，张基阳写的《意气风发的高雄炼油厂》。过去中油的工程师伫无石油通处理的迄段时间内，就有人想到要出一本专门用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这本杂志逐个月拢发行，自头到尾总共39档。本底是厂内的工程师家己翻译，后来这本杂志变做是互大家拢会使投稿的翻译杂志。这段历史大家会使伫意气风发的高雄炼油厂这本册内底详细去了解。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留话给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 ECP 的连结。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在的妈妈，大家再会。